龙田文化教育园区由于假日时游客较侪，有计一天就有300台汽车出入，对着年假时甚至高达500台以上。由于停车空间不足，游客停车时会停到周围的巷弄，造成居民不便，引发争端。对此，立委林俊宪、郭国文邀集相关单位到中会勘，寻求解决办法。我今天跟公共委员还有陈秋红议员，我们来会勘龙田火车站附近的交通停车问题主要是第一个，在既有的市场旁边有一块闲置的那个台铁的土地，我们把它新开辟为停车场来解决那个市场以及旁边那个大龙田的停车问题那另外目前在紧邻着车站的已经在使用的停车场。因为目前使用的效能比较低了我们也要把它做一个整体的检讨，提高一些停车效率那这2块，那也希望未来交通局、市府交通局能够正式来跟交通部申请把这2块土地以后的规划由市府交通局来接手了。市府交通局可能较专业了那我们也希望市府交通局他也会比较了解在地的需求啦，它规划起来会比较符合现况的使用。市府提议由龙田火车头的外包停车场转租予市府来经营，并将使用较少机车停车位，会当加入支援汽车停车。除此以外，邻近的龙田市场嘛有一块限定国有地，那里代替抢在基金。林俊宪主张应该划法改为停车用地，来减少市场周边违规停车问题。交通部长陈世凯也认同这个方向，交办相关单位比较办理。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